Hello，姐姐。Hello，姐姐你好，你叫咩名啊 Yati， ？Yati，你今年幾多歲啊？Yati， 34歲， 34歲，你結咗婚未㗎？結咗啦，有冇小朋友啊？有3個3個，幾多歲？15歲、12歲、9歲。好啊，你嚟咗香港幾多年啊2年。2年，招呼咩人啊？姐姐？正傑。正傑屋企喺邊度啊？喺元朗。元朗。太太屋企有幾多個人啊有3個人。 3個人係咩人啊？太太、先生同埋小姐。哦，你有冇照顧狗狗嗰啲㗎？冇啊。冇嘅。使唔使洗車啊？洗車3個架車。 3架車，好。咁你有冇去街市買餸啊，姐姐？冇啊。邊個買餸啊？太太買餸。太太買餸嘅。咁你有冇煮飯啊？有。煮咩餸啊？有煲湯、滷菜、炒飯，同埋青魚、雞翼。係。姐姐你食唔食豬肉㗎？唔食。唔食豬肉嘅。但係我煮。可以煮嘅。咁你自己驚唔驚狗啊？唔驚。大狗都唔驚嘅。佢都唔驚。好嗱，唔該晒姐姐。唔該晒，拜拜。